万万岁！谢万岁！万岁！今日八日期满，必见孟丽君投案，望万岁赐婚，小女与忠孝王接着完婚。对，你这神气。慢嘞，既然孟家有封雅在先，那忠孝王又非孟丽君不缺，我看这个行计可以放宽。这个行计不能放宽，可以放宽，不能放宽，不能放宽，我又吵起来了啊！此子当时候处在呢？哎呀，万是亲上相思交啊，此事么？万岁有旨，宣孟丽君上殿。领旨。丞相高见，带着文来尊旨。你这小女子家住何方，姓氏名谁，一一的讲来。丞相。
为凭。真相啊，真相啥子与你在，来的妻子可错对。那年离军帮我在，到娃再不把他来，他为我这套房子老成爱，多少儿女帮在，不辛苦问老公的。这真是奇才怪异。钟小王，这小女子可是对大是流哦。哼，此乃移花接木假乱真，有子有业却无根哦。什么有子无根？你快仔细的认上一认啊！不用认，不用认，你为何不认哦？见了真的不能是真的，见了假的难道要我使他真的不成？万岁，既然钟小王只有假，恐怕这其中恰自有诈。哎，万岁，这小女子所答，日日有根，句句有凭，岂能轻易设假？是嘛？那按小女子所言，有凭有据，那这桩婚事正是到成全。哦，万岁！万岁他成年儿子亲他心儿等着千金城。我这里听着你他那里是天子兵，不管同样心好，管那枪索跳从也罢。老娃我不是自命不忠，心生这语，他心中的亲人民破光蛋，万岁家庭同正气。万岁，那司马令君，他早求来了啊！他在哪里呀？是啊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他才是你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忙里去成我的死娃家。
宋小王，这瓦匠虽好，这总不能叫瓦匠有你成亲呐。外甥，要是瓦终成陪你，那自然列结与你私婚，成亲绝无戏言，言差是当。好，千万岁恩度设计，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近在眼前，此地，我说宋小王啊，你的笔到底好了没有啊？反正我的笔早就好了，恐怕未必。喏，你来看，这金殿之上分明多着卵子，而往里去乃是个女子。你且说她近在眼前，这不是痴人什梦，痴人什梦吗？反正这金殿之上衣冠上所确系卵子，可是其中有一位大人请家国之罪，不得有女扮乱当。你得真讲，有一位大人女扮乱当。竟有这等事来，那真倒要一生死了。
只要军法实意，杀他不退，望你金兵可撤下走不完头上，百岁，你就认清我们夫妻的缘吧。你还要吃成什么？你太放肆了，百岁！你忙忙让他颠颠倒倒，难道不知道我将军？万岁，你我言妻有病在身，口不应心，用他自处改过，悔过自新。好，看在李青门上，就烧他这一次。谢万岁！哎呀，万岁啊！这事情又是花样，又是女子，究竟谁真谁假，倒真叫人越变越糊涂了启奏万岁，平安州州忙之员平夜永归，现在我们外何之？哎呀，真巧了，有个不糊涂的人来了啊！快宣！万岁有旨，宣满日元上殿。灵儿子。晋江吾王万岁！谢万岁！马总督，快来见过为你早些名媛的李丞相。李丞相，哎呀，弟弟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女儿李青啊！我李青，弟弟，不对呀，你生出生了吧？弟弟，怎么几年不见，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得了？是啊是啊，哟，自己的女儿已是个大人了，这他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。哎呀，也许啊，难道你觉得她是我女儿？哟，你的女儿？阿莽中东，这小女子自称是莽丽居，虽说自言有病有据，那你快快上去认过亲生吧。莽中东，李丞相。当年那世事莫让我，女儿的心事不知情，究竟是真作假还是假作真？心中多奇怪又冒心真相里言外自有理，怪真相啊永远是李君为的三团家下女，此生相识年不岁，难道我子女心切
起来今日是非平常，我人儿还需要三思而已。便应用家下女，原来是用了啊，忙中中，难道死的谁是你的女儿，都生不出来了吗？他人用真相分明我亲生。小心生爱里，是我不顾你，你可不能无乱成他哟呀！忙中中，哎呀，你真啊，反正今日离君也为难听，大不是不得家来，不得真。哎呀，万岁！是老人听了有病，耳聋眼花。哎呀，神呐！实在是困不清啊！哎呀，万岁！万岁，既然真假难辨，用微臣把这小女子带回府去，仔细再审。好，那此事就交给爱卿发落。真是万岁，这女扮乱造之事，女扮乱造诚属虚妄，在屋檐列账不少。万岁，退堂。李仁祥即死。公公有何旨意？凡岁召丞相进后宫共赏国事。后宫？哦，此次公公先请，下官在后就到。不，凡岁命我侍候丞相也同进宫。此次公公稍待。用法是有紧急公文，立即送呈。是，公公请，请。小
有他，不是草木才有情，真理寻真心当地常情长。我咿咿呀呀去跳动，他说说单看挂高峰，我穿衣在路在繁明，我看他已用路到家中，人想啊，请问还是人常去风，真有你几心连带押云中，请教大清风有情难上云民有无知空大人，云把山去天有意江声不平地无心。万丈神坛教育我是后下手千人峭壁，劝教师其早为头。以情才华风才动，举剑自教精通，我看今此夜内今日过安邦听过好自通，我挥舞灵刀一次上，一直叫的令我骑马过桥李青，请万岁，请。李青，怎么李青不管在这来不理？不，必得自己当家。好，请。你可要小心哟！
早知你我同往天相关，君臣同饮一盅，是后啊，万岁，请再得不去，朕真的要生去了。来呀，院中当等，拜驾天相官。李青来哟！你真是精心修口，真可不了你喽！来来来，请来长途啊！不，微臣真关于万岁平奏。是啊，这个座位凭着乃是王二娘娘所送，可惜她不配呀。他应该把这个座位让出来，让与你丞相。万岁又是小娃了。来来来，请上座啊！此次高入了。为请再高不久，敬你一杯，请。请哎呀，为请忠心苦家，再敬一杯，请。李青，李青怪不得元帅为你看笑，为就是故你才貌也同心，愿有情宁是上王啊，长修愿与情，这古人今更亲情，愿与情啊，红上乾坤，理他。
梦境真理好麻烦，心得的说天将来，不过比比人，一军人做你，儿的下国来逃离，为国为地为敌人万岁，在世参的荣光地的冠军。城里困孤军，岂关心莲花可见玉盘藤，几经余味担当成。哎呀呀，丞相军政同官的同他儿女痛苦有之啊！先有刘备孔明与光武司令，千古佳话传到此今，你为我要推三出四，怕这怕那，为傲寡人啊！万岁！莫非你真知君才红粉？万岁，你怎何意呀？万岁，你可别教育不听呀？为什么夜来有时为天王？君王这一人一女，下国何以不成家？既如此，我只得寡妇是官职，朝廷将为领下。姑父去笑啊！何必当真呢？好，请既不愿意动他，那你我到内室并作上单到天明，这秦总不能太子了吗？万岁！哎呀，走吧！哎呀，万岁！七万岁！娘娘驾临，请相国。啊，竟有这等冒昧之事！关上大门！娘娘已经大门。哎呀，关上儿门！万岁！既是娘娘驾到，必曾更应高开。且慢，丞相放心，娘娘是为君宣召，不能前来。要是来了，也只能娘丞相，哪有丞相娘他的呢？万岁！哎呀，上帝来了！哎呀，你请上礼。人呐，本万岁在纸上月，得来公陪呀，这不用你陪，为今我不光不陪，怎要你为公？怎今我不想为公？哎呀，你，好，都请娘娘曾经美意，私仇。谢主，叩见娘娘千岁。离去，丞相，此位不少，快为夫去吧。臣子。
去嘛！我万一国子要与丞相商量也万岁，可是明日早早商量也不为自言。哎呀，这是朝廷之事，谁要你来管？你叫我为公。丞相，启奏万岁，丞相府永不来报，相府他算之后，请丞相速速回去。哎呀，朝廷之后，娘娘快回府去吧。谢娘娘千岁。哎呀，离去！哎呀，离去！离去！哎呀，